B13胡禮賢30362-27305。尊敬嘅各位教授、各位同學，大家好，我係香港大學工程師學會主席陳一新。我好榮幸受到邀請出席工程週嘅開幕禮，同大家一齊討論工程週嘅主題：人工智能與工程。咁多位有冇使用 AI 嘅經歷呢？大家知唔知道 AI 係點樣喺工程界入邊使用呢？等我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下本人嘅愚見。接下來對我嘅話題任何嘅意見嘅話呢，歡迎大家再作討論。人工智能又稱 AI 已經唔係電腦科學家嘅實驗玩具，佢能夠有效咁提升我哋每一個人喺工程界入邊嘅工作效能。今日我要分享嘅主題係人機協作，提高生產力。喺過去，工程效率嘅提升主要係依靠機械嘅自動化同埋由流程嘅優化，而今日 AI 已經喺我哋工程嘅領域入邊進入咗一個智慧化嘅新階段。以下嘅例子，相信咁多位工程界嘅同工必定有相似嘅經歷。等我以土木工程為例，當我哋要設計一個橋梁嘅時候，喺缺乏人工智能工具嘅時代入邊往往都需要用到工程師嘅手動分析唔同嘅數據。例如係結構嘅數據、土壤嘅數據等等，為安全係數、承重等進行多次嘅模擬。呢個過程非常之繁複，出現錯誤嘅機率亦都好高。但係而家 AI 嘅系統可以快速咁樣生成過百種嘅結構方案，並且即時去分析邊個方案係最安全、成本、環保之間達到最理想嘅平衡。AI 嘅演算法能夠喺幾分鐘內完成過去用幾週嘅工作，不但能夠節省時間，而且效率同埋出品嘅質素都好高，出現錯誤嘅機率更加低。工程師因此能夠將時間放落判斷同埋創造入邊，呢個就係人機協作嘅力量。另一個例子係來自建築機電工程，又稱 BIM 嘅技術。AI 能夠根據感測器同埋施工現場進行實時嘅數據，準確地自動去調整進度嘅計劃同埋材料嘅運輸流程。例如 AI 可以從天文台獲取天文嘅數據，準確地去預測天氣嘅變化，並根據呢個變化分析施工嘅危險性，從而為工友調整工期，避免下次因為落雨而造成損失。呢啲功能令到 AI 可以成為我哋最可靠嘅現場助理，而工程師就能夠放下瑣碎嘅工期管理，將人力資源放落喺更加高難度嘅工作入邊，例如係設計、創意同埋決策等等。我都希望咁多位可以喺學習同埋研究嘅過程入邊勇於去運用 AI 嘅工具去提升工作效率，無論係結構分析、程式設計或者係進行製圖同埋模擬 ，AI 能夠令你事半功倍。喺 AI 人工智能工具盛行嘅時代，識得運用人工智能工具嘅人將會成為未來工程界最具競爭力嘅專業人才。最後，我想以幾句話嚟作結：AI 並唔係挑戰人類智慧嘅對手，而係拓展人類潛能嘅伙伴。讓我哋攜手人機協作，開創更加高效、更加智慧嘅工程未來。人類有想像力、道德判決同埋創新嘅思維，而 AI 就有龐大嘅運算力同埋資料分析嘅能力。當兩者結合，我哋便能夠創造出更加安全、更加高效同埋更加永續嘅工程世界。多謝大家。